我因为阮想要讲故事啦，所以因为吼，阮其实有准备简报，甲阮旧年做诶代志吼，拢做一个重点整理。过迄个简报，我感觉若是照迄个简报来讲，就变成较无像咧报告，较无讲故事诶感觉。若是要秀嘛，是因为伊里遐有一个资料通秀无咱若是想到啥物一个画面，咱会当随时用相片出来。看吼，主要也是咱对谈安尼，我感觉安尼较会当互观众什么听众吼进入状况，讲故事的方式。诚好。好。多谢你邀请阮有这个机会当来遮分享，多谢。无啦，我因为吼足歹势，就是讲你有寄一寡资料互我嘛足想要去啊。毋过我遮住了较远，时间拢无拄好，所以拢一直拢。恁来洛杉矶的时阵吼，拢无机会去恁看到。我是有加减去看到迄个Ken Wu主持的迄场啦。是迄个 video，迄个 YouTube 啦。梁光兄，你是住伫，毋是圣地亚哥嘛？毋是伫遐？毋是，我住伫迄个 Palos，迄是算做讲一个半岛啦，离拄好伫洛杉矶的上西南角啦。洛杉矶足快所以我即摆若要去拢爱洗澡，要甲点半钟安尼。点我平来摆所以。你住伫对？慧玲你住伫？我是高雄人，过我即摆因为伫法国留学吼，阮先生熟悉阮先生法国人，就变成伫巴黎迄个附近的迄个城市定居，我就住伫遮，我就甲囡仔翁婿拢住伫遮，若为来找我耍。好。你敢捌迄个画家迄个啥物人咧？迄个林立清。我毋捌呢，毋捌。恁爸咧当然。林立清啦，林立清林立清，伊即马拢专门咧画，伊即马咧画数理术的迄个试讲案。安尼所以有得到，有个人得到法国一个 grant 啦，所以，我真想要熟悉。你咧导演以后会当个拍摄电影。所以，佮转来宜玲啦哈，宜玲你是中研院做助理嘛哈？你的迄个你的专门是啥物款？考古学。就趣味啊！敢有专对一部分？啥物时阵？啥物？敢有专对一部分的？你我以前是做商代考古。伫中国我的研究是甲环境污染。环境污染。OK。污染。恁两个安怎熟悉？你和慧玲安怎熟悉？好啊！伫2003年的时阵，导演去 Pittsburgh， 以前我住伫 Pittsburgh， 导演去 Pittsburgh 拍电影我就去斗相共，就安尼熟悉。迄阵吼我甲我的朋友想要开始来访谈长辈是大人，是大人就甲导演讲即个想法因为吼我以前伫卡内基梅隆做卡内基梅隆我就想讲遐有足侪甲台湾台美人上有关的故事，想要记录落来。我就甲导演讲即个代志伊嘛是足鼓励阮。安尼你含迄个吴明祥敢袂熟悉？有啊，阮有访问伊足侪届旧年吼，阮就成立一个 Kita Foundation， 去要想要甲导演同款开始来拍片。足好啊！恁遐伊即摆搬走的款，遐一个叫做 Joshua， 伊是 Carnegie Mellon 的迄个 MFA， 伊嘛是做行为艺术我今日应该叫伊来听，伊顶边伊来咱讲行为艺术啦。恁即个基本上，恁即个 project 嘛是算一个行为艺术啦哈。
咁会当安尼甲恁嘿，是，嘿，因为哈，所以我安尼来你写呢，无甲你写唔对去啦。安尼是对，是，多谢你。OK， 啊，今仔日咱会进行，咱是要用安尼开讲的方式来进行啦。吼，恁无，你敢有讲特别要爱演讲，还是虾米款？免得开讲，我感觉安尼是上好的方式。哦，安尼最好最好。互动。我有提出3个问题啦，吼。啊，毋知迄3个问题，恁感觉啥物款？就是讲，我台语问吼，较看无啥物，看无介有。啊，不要紧，我要讲一个啦，吼。我要问个问题，咱先想一个，就是讲，你遮个话，遮个我较早像讲即摆咱看到的即个图啦，吼。遮个图敢是拢是啥物人画的？敢是互阿嬷的批，写互阿嬷的批阵会作品？对，迄个若是看互阿嬷迄张批吼，上尾一个迄个一北群像吼，迄是台湾的囡仔画。啊，真讲我甲台湾差不多40几个经学校合作，啊，因甲老师吼共同来设计即个教案。啊，阮出的美术课的作业就是互因去访问因的阿公阿嬷，啊写作文了，搁替因画一幅图安尼。啊，所以迄是用差不多10年的时间，安尼豆啊，累积较做出来一个群像安尼。啊，即摆阮就是想讲台美人的即个，想要甲台美人分享的，就是阮10几年的即个经验，吼，甲大家人分享讲，阮是安怎甲迄个集体记忆，吼，用即种艺术的方式，安尼豆啊甲记录落来，会当用写文章，会当画图，啊，嘛会当做一寡雕塑，迄个装置艺术，这嘛会当，啊，有的人搁拍电影，所以做侪方式要甲大家分享是安尼来的。一开始是拍电影，啊，来较演变成一个算教学计划，吼，要安讲台语要安讲教学计划。教学计划。教学计划对，啊来较演变成一个想要变成走入社区，吼，变成一个全民运动。所以即摆阮想要做的就是这，拄伊影响咱吼，拄学校这边甲拖出去安尼。啊，阮有成功吼，甲迄个社区大学，台湾的全促会这个社区大学合作，啊因拍算要全面的甲阮这个经验。看落迄个社区内底，啊，拄社区大学开始做起安尼，足好，啊嘿。因讲这个讲较具体吼，我即摆先了解一下，我对你嘛即个计划无讲了解，较粗浅迄个较初步的了解啦吼。啊，即个我逐生咧读吼，我毋知影要咧读，你敢毋知影？到底是要读做台湾世界人群上，还是讲台湾世界人群像是要当对来当。台湾，我的想法是啊，我感觉这是大家人拢会当照家己想象，吼。啊，我家己的想象是台湾世界人群像安尼，我是想讲安尼。哦，啊，世界人是像讲是迄个有的人就是感觉讲伊是世界公民啊，吼。对。迄种意思敢有共款，还是无共款？是安尼，包括讲毋是台湾籍的，嘛是世界人。啊，为什么台湾人放伫头前的意思，就是讲，阮的目的吼，就是讲全世界诶所有人民拢会当参加。啊，问题是咱放一个台湾，表示讲咱台湾人是先付出。哦，咱甲咱的经验讲出去，分享出去，啊，来邀请。咱先甲咱比如讲台美人，咱伫美国的台湾人的多群遮，咱先甲咱的集体记忆来顾好，啊，咱甲拖落来，啊了，咱会当个办做侪活动，啊，开放互其他的族群来参加，啊，咱尤其爱特别照顾讲遐互破坏的，啊，互边缘化，我袂晓讲台语，边缘化遐。边缘化遐族群，吼，因有色人种，因用欺负啊，咱帮助因建立因的集体记忆啊。所以我想讲，台湾放头前，互咱知影讲，咱是行动者，咱是行动者，咱会当先付出啊来，到有可能几若百当了，咱无需要啊，因为大家拢会晓啊，咱就甲台湾摕掉，安尼。多谢你的说明，无我可能我了解唔对，我一直还阁是听你讲迄个写互阿嬷的批迄种的
迄种的想法啦，所以多谢你的介绍。我想要去甲你请教者，这个群像敢是一个专有名词？艺术概念，嗰个群像的，即个还是讲，大家爱去家己去，还未足固定的一个新的名词。我是毋知影讲，我咧读历史的时阵是无特别讲到群像即个词。我想讲，若讲群像，大人应该是拢知影，就是讲，毋是一张是足侪人做伙一个集体记忆的即个图腾。我是安尼学啦，我是安尼学。想讲，大人应该是会知影意思。是讲我咧读迄个。历史的时候是无特别讲即个群像是啥物方法学，还是啥无特别去讲啦。过讲群像应该大家拢知。是 ，OK， 所以袂使读人群像啦爱读做讲世界人群像安尼。世界台湾人群像，伊无一定台湾人，无一定台湾人，无一定。世界台湾人群像，台湾世界人群像嘿，群像，台湾世界人群像吼，无一定。无一定台湾人啦，敢是安尼吼？这意思是。无一定台湾人。所有的人。咱台湾人先来做这件代志安尼。小李。刘万岁。刘毛，你好，梁光兄。今仔有看到阿玲。足早就来。我伫台湾的时阵，我有去义工教会，我嘛拄着阿玲。平安。你好。大家好，真欢喜会当熟悉。安尼吼，安尼我讲吼，即马介绍有咧录影吼，我试看卖啊。咱拢有录影啦拄则录起来，我会先送互恁看卖啊，看看安尼有事是无吼，较放出去吼。我来恁遐看会着，我即马有咧知影，我只有咧录影啦。有啊，看着好。安尼无咱就哪讲哪开始啦迄个。好啊，一分钟的时间。边喊即马入来。话题好，敢有时间，是咱咱先慢慢来讲，袂要紧。咱个人还未完全入来，所以是慢慢来讲。哇！咱今仔这两个讲员，我感觉拢实在是实力拢真好。话这个话题，我嘛感觉足趣味。我多谢你无去嫌。你当时搬来美国？2014年。对。迄个明翰，你爱甲迄个玉京和这位迄个依玲迄个互相介绍一下，因拢住伫共所在啊，住伫印第安纳迄款。好，多谢谢。迄个明翰啦，雷明翰，因即摆是住伫即个北加州，因拄开始成立一个叫京南书院京南是无。我知嘿，京南书院我知。因拄好迄个开始成立一个这其中玉京嘛是因的理事之一因即摆因主要的工作是咧拍一个咱台语文学一个足重要的作家住伫加拿大因咧拍一个纪录片我。照我的理解，照我的理解是，迄个玉京敢是有含迄个慧玲去学过，因为我讲有去甲恁学过，学会变哪拍电影的技术。明翰，我讲对，有嘛慧玲慧玲即摆无坐伫头前，你等一下所以无毋对嘛所以迄个即摆即位迄个依玲是算说讲即个 project 就是讲台湾世界人群像2025年的行政助理啦我来讲。你拄则是讲2023毋是讲2023。对，所以两当前的代志尔啦两当真正熟悉的导演。OK，安尼真欢喜，恁这个计划啦，这算真有世界性的一个计划。是啊，我是想讲，这是一个足有意义的计划我就想讲，那些有时间会当来斗相共。
哇，那足好足好，係啊。我等来啊，好，等来吼。来等。好，安尼无咱就渐渐来开始啦，吼。啊，反正咱就是，你非常歹势，咱你敢有讲迄个，咱咧讲诶时阵吼，因为安尼算做讲，咱嘛是初次见面啦，吼，会使咱拢初次见面嘛，吼。啊，你对我嘛，你可能对即个论坛嘛，毋是讲真熟悉，对我嘛无熟悉，吼。啊，所以要安尼开始要对话，咱就是敢若会当用咱即个。咱这13个问题啦，吼，我问的这3个问题，安尼来做开始啦，吼。啊，我是恐惊讲，因为我对这个计划嘛是第一遍才知影吼。我恐惊讲，我问的问题无够全面性啦，吼。所以嘛，请讲，恁会当讲，提一寡想一寡问题，吼。较放互迄个这个讨论伤离开恁的。恁要讲的物件安尼啦，好无吼？你嘛家己互相提问就对啦。或者拢会当互相提问安尼啦，吼。啊，基本上咱就是到一个程度了，咱较开放互观众来发问啦，安尼好无？吼。所以咱就请观众，咱就是先无发问题，啊，到一个时间了，咱较做伙来讨论安尼，较开放互观众发问，吼。啊，你较袂即个主题较袂去走上鬼去啦，吼。好，安尼无咱即摆就来开始啦，吼。欢迎大家吼来参加第175回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啊，今仔日的题目实在是足趣味吼，因为我到即摆我较知影讲要怎正确来读即个主题啦，吼。即个主题咱有可能读做，我本来是读做讲吼，台湾世界人。分享啦吼，啊到尾啊含即个慧玲导演就是即个计划主持人吼，较知影讲吼，即个断词爱断伫即个台湾吼世界人分享啦，吼，毋是伊迄个世界人就是差不多有一个小可是世界公民的意思啦吼，毋是台湾世界人分享吼，我实在是读毋对去吼。对今仔日第一遍来参加咱即个世界台文化论坛的人吼，我小可即个咱即个论坛介绍一下吼。咱即个论坛基本上咱的使命是足简单啦吼，因为台语基本上遮尔安尼一直无去吼，主要是即个咱的即个文化通路吼，去互切断啦吼。啊，文化通路就是差不多就是教育嘛，教育体制，啊无就是讲。媒体吼，啊，所以咱伫公共的场合会使讲台语的使用是足欠缺吼，啊，所以咱就是讲啊，无咱家己来提供一个创立一个吼，创立一个平台，啊，互人邀请讲，不管你台语够讲无够讲，迄拢不要紧，迄拢毋是重点，吼，咱就是主要要提供一个场合吼，啊，一个舞台。啊，互所有吼，咱的台湾人肯用台语来讲，因的专业、因的主题，还是讲因以后要和人分享的物件，会当来咱即个平台，大家来分享。啊，这着安尼时，咱是真正台语是咱的生活，吼，毋是讲表演的工具啦，吼。所以来遮毋免烦恼讲吼，咱台语讲了好啊歹，台语讲了有腔啊无腔吼，咱拢毋免去烦恼遮啦，吼。啊，到当咱即摆已经有办过175回，是每礼拜六共即个时间吼，来咧开始吼。啊，咱嘛有一个 YouTube 的频道吼，所以若是要爱看过去咱遮的即个记录吼，纪录片吼，你会当去 YouTube 啊，你甲拍吼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遐过去175回的记录拢会走出来吼。好，安尼咱今仔日咱就要来开始吼。啊，咱今仔日真难得啦吼，咱有请到2位吼，足年轻的妈妈的款啦吼，还是讲小姐啦吼，我毋知影，要来甲咱分享吼，因即摆咧做的即个计划啦吼。
第一位伊住伫法国巴黎吼，所以咱来讲午安啦吼，伊即我改成是下晡3、4点的款吼，伊叫做陈慧玲吼，第二位吼是即个宜玲吼，伊住伫迄个印第安纳吼，就住伫迄个丹文城的母校迄附近啦吼。哦，毋是啊，毋是以前啊，以前的时阵，歹势，即马嘿。所以你较早伫Pittsburgh啦，较早伫Pittsburgh啦，嘿，较早伫 Pittsburgh。你即摆嘛是还佫住伫南部印第安纳遐所在吼。嘿，我即马住伫印第安纳。所以你遐即摆是差不多拜六下早10点外较安尼吼。所以咱即摆就是讲咱即个咱起来人，逐个时间点含即个国界拢住无共所在啦吼。宜玲伊是读考古学较早伫中研院捌做过中研院的研究助理吼。好，安尼咱就先来开始啦吼。是毋是咱先请即个计划人吼？今仔日即个计划的主持人还是创设人啦吼，讲创办人吼。慧玲，你先来介绍讲是安那，你较会要开始即个计划。好大家好，我是迄个互阿嬷一张批即个纪录片的导演吼，我叫陈慧玲。我即个计划有一个军乡，即个军乡是安那来的吼？这是一个军乡啦吼，咁是讲我台语袂晓讲军乡。军乡即个用艺术来创作军乡即个方法吼，我是安那发现的，就是咧拍片的时阵发现的，就是要拍互阿嬷一张批毋是，其实是。咧讲台湾人的集体记忆所以阮即个电影就是运用甲老师合作带台湾的少年人来访问时大人写文章佮甲因画100图送互因这每100图就是一个家族的故事阮一个一个来甲扣起来了，斗成一个军伤吼所以即个电影已经拍了拍片。开10几档的时间，变成阮拢发起一个教学计划，即摆拢甲台湾即摆已经教学计划，教学计划。我加减安尼甲你甲我安尼我较会进步。教学计划，教学计划即摆有143个学校吼，这是。2、3档前算过140几，这可能超过上万人的学生参加这个计划。每一个故事我拢甲安尼一个每一档拢甲刻起来。内底有文字、有图，嘛有人拍电影。所以我发现讲，这个经验真正是真好，因为伊会当互家庭内底的关系吼，阿公阿嬷甲孙仔关系变好，个爸爸妈妈伊伫中远迄代，伊嘛感觉讲伊甲两代夹起来，伊有参与感。来了，迄学生嘛有成长。来了，老师佮办展览了，佮甲社区的一寡资源带入来。所以变成讲，伫即个迄个社区办展览的时阵，拢袂输是迄个社区的大代志，全部的士大人拢来有少年个第二代个士大拢做伙来，拢是因的大代志安尼。所以我发现讲，哇，用即个军伤即个创作方式，竟然会当甲咱的感情安尼斗做伙，互咱。咱若即种做久吼，毋是办活动，若是做久1档、2档、做10档、20档、30档，是会当出册。毋若出册，毋若咱甲迄个集体变成一个史料，吼，咱的故事变成一个史料，而且咱会当互迄个开区的人的心是甲做伙的，会团结起来。所以伊的价值是伫遮，毋若是咧记录过去，其实是咧创造咱当代咱的共同感。认同感变成一个生命共同体，变讲生命共同体，生命共同体还是共同体？共同体，变成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我发现讲，这实在是真好，因为咱这是咱人类社会最需要的。嘿，我就想讲，这个经验已经伫台湾走10几档时报出版社、西报出版社。伊替阮出一本册，
内底记录阮10几档以来一寡经验啊，所以我拄2023年去美国咧巡回放纪录片了吼，当然我迄阵就决定一件代志，就是想要甲阮的经验甲台美人分享，想要帮助台美人啊。我咧其实毋是倒来甲决定的，其实是走去 Pittsburgh 熟悉宜林甲因迄群的吼，Kita Foundation 迄群最有理想的一寡少年人啊，我拄着因甲我讲。陈导，阮要拍纪录片，阮决定啊，阮真看你的电影了，阮真正就有咧想，啊，这看电影了，阮随要去做。我就问讲，安尼哦，你嘛是学电影的吼？甲我相像讲，毋是，阮无一个人会晓用，袂晓拍电影。因有迄个决心要去做。当场，阮着食饭了吼，我随甲因教讲，无咱用手机来翕嘛会使，现场甲伊教讲要哪构图啥货。即摆因有下决心吼，因家己去摕家己的钱去买迄足高级的人迄专门咧拍电影的机器，买足贵的机器去学哦，拢拄袂晓，安尼豆学起来，因要拍一个真正的纪录片，所以我足感动的。因安尼合即个决心，我想讲，我想要帮助因，毋若想要帮助因，我想要帮助全美国的台湾人来共同来做即个代志。就是安尼拄着宜林，互我下即个决心。我要介绍宜林吼，就是伊迄阵吼，就是我巡回20个城市吼，伊互我。都留一个足深的一个印象，伊是一个足少年的人，毋过伊足够处理代志的，足有礼貌，足温柔的，足够的，所以我就想讲来邀请伊来参加即个计划，即个参加了，伊拄一开始伊只是讲像一个学生安尼对老师安尼学画图，伊无。来甲豆豆变成，伊也参加主办人，伊的身份是学生，安尼学画图，访问伊的爸爸妈妈呢，了伊个变成一个活动的主办人，今年伊的身份是即个台湾世界人，世界人，你讲台湾世界军商嘿，世界人，人群还是人群啦，我会讲人群较。不全的音嘿，世界啦 ，OK， 世界啦。咱即马吼，确定一个议定会足侪机会吼。我想我要甲你问几个问题啦，你先来对话一个几个问题吼。因为你即马人住伫法国嘛吼，是。你先生是法国人吼，法国佮住伫巴黎啦，你做即个计划，我感觉是足有艺术性。一般的人讲就讲艺术吼，伊就想讲无画图啦，无你做一个雕刻啦，做一个拍一个电影吼。毋过你即种行为艺术吼，其实是咧做一个运动啦，吼。所以我就伫遐咧，毋知要哪来介绍即个活动的中间吼。我迄阵会敢讲是较矮啦吼，我迄阵是搁伫留伫讲写互。阿嬷的一张批的迄个 project， 我即个头家想安尼，所以我即摆想着讲检查你即个其实是像你即种的 project， 拄则你咧讲嘛，你去学校你教，连家长嘛拢来参与，到尾伊嘛拢变做家己形成家己一个安尼足有安尼即个内聚力啦哈，足有一个家己互动的一个群体哈，所以我就会想着讲哇，这其实嘛是咧咧咱若有讲有要建造一个台湾民众吼，这就是一个足好的一个迄个行为艺术的行动吼，所以咱来讲要建国，还是讲要互台湾成做一个民族国家吼，这是一个足好的一个艺术计划吼。我迄阵也是安尼咧想啦吼，毋过你即马来，我到今仔日较知影讲你的野心哦，还佫较大吼。你即马咧做，这是要甲即个伫世界各地较互马上来，就是讲较无发言权的即个人，即个人的物件要甲记录落来。所以我感觉这 project 是足大啦吼。我是讲每一个伟大查某人后壁爱有一个
哦，真有听心的查甫人。啊，所以你时阵我要问你的问题是啥物款？就是讲啊，我会想讲，恁先生敢是一个艺术家呢？吼，啊，伊是安怎才会当遮安尼甲你支持遮力量安尼吼，做你后壁的力量。伊是迄个电脑工程师吼，伊即摆咧算讲AI 安尼，即个领域安尼，伊是咧做这啊。伊按个伊爱看电影啊，伊嘛做希望会当帮助我，所以总讲伊尽量伊会当做的，拢尽量做，替我顾囡仔，互我会当做剪接啥货，伊拢做支持我，啊，甚至讲我需要去美国巡回吼，要放电影啊，就爱40天的时间，啊，伊就尽量去顾囡仔，伊家己有甲伊的工作吼，伊的头路，按个伊就是尽量做甲，互我有时间来做这个代志安尼。安尼咱我这台湾查甫拢爱甲恁安学习。好，安尼来吼，咱来互迄个依玲，咱来讲一下啦吼。拄则即个慧玲话你讲过，讲你是按即个2023吼，啊，你看你参加伊活动，啊，你感觉真感动吼，恁讲起来煞开始讲，恁即摆要来做伊的即个行政助理，你敢会当来讲迄当时的情形吼？哦，迄当时，你熟悉的情形安尼？嘿嘿，我是伫2022年搬去 Pittsburgh 啊，23年的时阵我就甲导演熟悉，啊，迄个时阵我已经是读考古学甲人类学，啊，我就对访问是大人就有兴趣。啊，毋过我拢无时间，无时间去做即个代志。啊，毋过吼，我搬去 Pittsburgh 了，我就熟悉一群足好的朋友。啊，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背景。啊，毋过阮拢想要记录台湾大美岭的历史。啊，因为阮住伫 Pittsburgh， 啊，我以前伫卡内基梅隆做头路啊，我就有去找讲啊，以前住伫 Pittsburgh 的台湾人的历史，才发现陈文成以前伫卡内基梅隆教册啊，迄时阵我就知影讲哦，我伫一个足重要的所在生活迄。啊，我就甲我的朋友讲，阮爱为遮开始，阮拍片，啊，嘛是足幸运的，当熟悉陈慧玲导演，因为伊有讲嘛，阮无拍片的背景，啊，毋过伊就热心非常热心的介绍伊所有的朋友甲有资源来鼓励阮我嘛是就感动感动，还是我台语真正就袂认得。咱只要讲过，咱这个论坛是要互无啥要讲台语的人来。好，系啊，我嘛是就鸡婆的鸡婆。一开始我想讲，我是来学安怎画图。啊，毋过吼，看每一个人拢无要讲话，我就开始讲话啊，开始做一个小老师这样安尼是安尼的因缘才会互阮较知影比较了解彼此伫旧年，阮就 in Pittsburgh， 阮嘛有推动即个台湾世界人分享的计划计划。我就想讲 ，OK， 这是一个足重要的计划，我想要做足侪活动伫 Pittsburgh， 毋过 Pittsburgh 无足侪无足侪人会当来参加，毋过阮就想讲，我会当我会当
开始 to engage 无共款的群体安尼啊，旧年伊大约10月时阵，导演就问我讲啊，你敢想要成为这个计划的执行长？啊，迄个时阵我嘛是，我是伫找新的找另外一个道路。啊，我就想讲哦，我有一点仔时间啊，这方面是我想讲这是一个较重要的计划。啊，另一方面，我想讲这个计划甲其他 foundation 想要做的工课就相关的。啊，我就想讲吼，若是阮会当互相支持支持，安尼阮就会当找着真侪朋友来共同做这个代志，因为阮真正需要就侪人来共同做这个代志，无许多人袂 always be here 被就是一直活在现在，所以阮一定爱记录每一个人的故事啊，每一个人故事拢最重要的。迄就是为什么我想要参加这个计划的故事。安尼我再来 follow up 20一个问题啦，吼，然后我要请教慧玲讲恁2025年有啥物款的计划吼？啊，20我拄则听你咧讲吼，我熟悉几啊位吼，就是含恁年纪拢差不多的人，啊，因吼煞怎拢足忽然间拢足感觉讲足重要，要甲因顶代的遮的历史吼记录落来，吼，包括我一个伫加州遮，捌一个叫 Dalton Rule， 你敢捌即个人 ？Dalton 伊嘛是读电影，USC 的电影系毕业的，吼。我知影伊。对，啊，伊本地我还没熟悉，伊是拄有一遍来阮教会，伊讲伊要来访问看有人有对即个228的记忆的遮的人无？啊，所以我所发觉讲，伊所专门咧讲，毋免干那继续咧做伊个 project， 伊拢咧甲人教讲要哪拍纪录片，啊，你啦，啊做 workshop 现场的 workshop 去共教，所以你下面敢有联络过？啊，其实我的问题是讲，是安怎较会恁即代遮的青年，忽然间，煞像我讲，毋是干那一个两个尔，包括讲即马伫台湾一寡少年人，咱就是讲，台语咁要长进去啊，因佫家己去组织，佫一寡迄个台语的妈妈的母语家庭，而且拢是女性，大部分拢女性，包括听讲即马伫台湾咧罢免的，讲8成。是少年的女性，啊，这是虾米款的动力？哈，是虾米款的社会现象？我一直咧想啦，啊，毋知你做一个人类学者，啊，你敢有虾米款的解说安尼？哦，你会当知影我的台语白做认真，是因为吼，阮爸爸的妈妈拢是讲台语。啊，毋过吼，因无要教阮讲台语，因拢教阮讲华语伫厝里。因为吼，因无想要互阮有一个腔啊。我有一个，要互你有腔啦，哈，腔。嘿，我要互阮有腔，讲华语的时阵，啊，毋过吼，after I become 人类学家，我就开始去想讲。什么是标准的华语？那是语言哦，那是这里没有标准的语言，因为吼语言是生活的一部分啊。放弃这个机会去学我的。母语，安尼我就永远袂晓讲啊！
啊，毋过吼，我台语拢是听来的，听我会当了解别人咧讲啥，啊，毋过我就无咧用伊。啊，我伫台湾读册的时阵，伫台大读册的时阵，以前有一个野草莓运动，就是马英九是总统的时阵当阮来台湾，迄是我第一摆了解阮爱讲出阮的声音，因为吼以前阮爸爸妈妈嘛是会甲阮讲哦，讲毋通读定期，毋过吼我是读人类学，较会去想要了解社会动态所以伫2008年的时阵，我就甲阮的同学去参加野草莓运动因2014年的时阵，我伫中研院做助理迄阵我也会去参加那个太阳花运动迄是最后一次我伫台湾参加这个运动，因为我2014年的时阵来美国读册，来美国了后，我就开始对台湾历史较有兴趣，因为因为我以前住伫圣路易 Missouri 遐有一个assistant living facility 伫大学旁边我就看到足侪华人因拢会伫遐行来行去我就开始想讲为什么遐有足侪华人我有讲过讲我是读考古学阮拢知影讲考古学伊真趣味的原因是因为阮不用历史的那个文本，因为那个历史文本都是那个达官贵人的历史考古学就可以知道庶民的故事，因为阮是用一个杯啦这个用品来了解 artifact artifact 来了解以前的故事我想讲口述史伊就亲像考古学，因为口述史嘛是阮去访问每一个人用每一个人的故事来讲这个历史这个故事常常没有被那个官方历史记录下来，所以我就有足侪 different 的兴趣这是我会当来了解这个现象的方式你有讲到讲你有谈到说都是女性来参加我是讲台湾是一个就趣味的所在他提供了一个在过去30-40年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给阮这个时间的那个这个时段年轻人来重新有机会来就是透过转型正义的方式来认识台湾的过去这个都要那个就是感谢以前的就这是大人的努力所以我是讲这所有的事情都是很多人成就造成，让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现象。多谢。我有一个较简单的解说啦，就是讲咱即马咱的台湾的少年这代的男性嘛，和法国的男性真同款，真进步，就是像讲巨灵的先生有来当安尼真后壁，安尼真支持骨力去用 AI 去趁钱，来支持因某去做运动。安尼我来讲咱较顶拄则即个宜玲你咧讲的这个问题我看咱较顶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啦就是讲有关讲伫台湾的电视顶头啦，还是讲电影顶头咱讲台语人的这种的形象
到底是即个导演有意的造型的结果，还是讲因是真客观的即个观察啊，较拍出来结果啦吼。啊，所以咱即摆个转来问即个慧玲即个问题吼，就是讲恁2025年吼，即个台湾的世界人的军商吼，即个计划啊，有啥物款的有啥物款的节目啊？请慧玲你也甲麦克拍开。好，阮拄旧年就开始做啊，吼，即个计划啊，今年嘛是要继续安尼做，就是阮的即个计划是一个规年头动的，啊，即摆已经开始，阮已经上线上课程，安怎讲？线上的线顶的线顶的课程，啊，拢总线顶的课程，拢总有3个，啊来包括教大人吼。安那写文章，访问，要安那访问，安那写，安那找资料，来佫有教大家第二课程，就是教大家安那画咱是大人的肖像，袂晓讲肖像，就是画伊的安尼。肖像要安怎讲？我想要学呢。肖像哇，这嘛就较困难啊，因为可能讲伊林雄，林雄系对啊。即个毋是讲卫生尔，是包括讲咱伫访问的内底，问到啥物一个菜，家传菜啊，是啥物纪念物，迄安怎组织起来，变成一个会当讲故事的一个作品安尼。第3个课程是教大人要安怎做迄个一个装置艺术，我袂晓讲台语，装置艺术。这是用迄个上俗的，就是用纸箱当做一个故事箱，安尼故事箱，纸箱故事箱安尼。即摆要安怎教大人，把即个箱吼变成会当讲故事安尼，佫会发光。所以这一个箱倒起来吼，就变成一道壁。即道壁会当偌长呢？因即个陈以和老师伊做过，差不多做到35公尺。因为看起来足水的，足壮观的，而且内底佫有人伫遐走来走去的，伊是电动的。所以足侪县市吼，因咧元宵节拢邀请伊去展览。所以即个物件吼，要叫学生做，紧一下做起来。而且会变成一个。伫元宵节做好的一个装置艺术的展览。即摆我都为虾米要我就是即摆即个安排伫第3个课程了吼，阮佫有伫暑假7月底8月差不多1个月时间要安排即个讲师陈老师伊去美国巡回安尼走7个城市了年底呢，就是佫有办一个成果的发表会，上顶的成果的发表会，安尼，互大家人会当交流，佫邀请讲别个县市，美国别个县市的人会当来听来参与安尼，所以安尼安排落来差不多实现就是1档的时间。阮是打算讲每一档拢安尼来做。若是比如讲阮做差不多5档，还是讲10档。阮就打算讲，若是有找到资源，会当出册办展览安尼。用即个办展览出册即个方式，甲咱遮个收集起来故事甲伊算讲永久安尼保存落来。若是讲咱有量也有质，拢做了好的话，甚至咱会当考虑讲甲博物馆，无论是台湾的博物馆，也是美国的，也是其他国家的，咱会当甲因合作，看因是毋是会当用因的资源，甲咱的物件的数位化永久安尼保存落来安尼。这是几啊档以后的代志所以这个计划伫今年是安尼因为我安尼讲，可能大家人是较无即个画面是毋是会当请依林甲咱补充或分享一寡相片因为依林是今年执行长所以伊遐有一个咱无咱来分享一寡旧年咱做过一寡相片。好啊，我来用一个。好我搁补充一下
宜林咧找资料时，我会当个补充一下，就是讲，拄今年咱这个线上我个袂记哩啊，线顶线顶课程吼，阮有伫圣地亚哥有一个，阮是安那咧邀请种子玩家、种子教师吼，就是算讲阮训练每一个社区这种子教师以后就免靠咱台湾老师伊家己会当伫当地教安尼，其中一个种子教师。这个是一个艺术家，伊来参加，伊是一个雕塑家，伊嘛要学讲安怎写文章，伊较特殊伊分享的故事吼，毋是访问伊的是大人，毋是讲阿嬷，伊访问一个土耳其一个移民走去美国的一个土耳其这个女性。足感动的，伊甲阮讲，伊当初是伫去这个歧视女性的国家安那冒险安尼得亡过来安尼，所以我感觉这个真正有意义。这开始我就想讲，我无想到讲，阮实现第一档实现阮这个从台湾走来世界人，世界人这个阶段。其实是一开始就会当做会到的，毋免讲等10档、20档、30档，所以真欢喜。阮开始想讲，要往这个方向去做，就是当然咱先顾咱台湾人族群，咱顾好了，咱知影要安怎做了，咱开始会当甲咱的经验分享出去安尼。我即摆已经会使吼，请依林来甲咱介绍一下。好，我插一句话好吧，所以我其中的一个问题，可能简单会当就是问了哈。比如你这个图吼，基本上是这个因的自画像就对啦，毋是自画像，嘛会当是自画像，按过阮做侪课程啦吼，比如讲这个课程主要是讲咱招少年人来访问是大人，所以是少年人访问了，伊爱去为这个画是大人的人像，所以。OK。作者是少年人，毋过呢，我嘛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讲，因咧办活动的时阵，有当时伫每一个城市，因有，比如讲 Pittsburgh， 因就有法度找到少年人来访问是大人，过伫别个城市，因无法度安尼做，当变成讲因的活动是办互少年人一场，是大人一场分开的，安尼我嘛是设计讲安尼。少年人伊嘛会当画迄个是大人就画家己，嘛是会使安尼自画像嘛是会使，这嘛是其中一个来源的做法安尼。你即摆这个世界吼，就是讲世界人的这个群像，若是按这个用同款的方法吼。对。就是讲有两代之间，就是讲有两代之间，还是用这个少年这代去画。顶一代，袂讲会顶一代来画，下一代，还是讲会当伊画家己的图，拢会使安尼就对啦。拢会使嘿，因为老师的根据无共款的组织，因办活动的需求，所以有发展无共款的课程，所以拢会使，拢会使。我了解。我想讲要传承吼，传承就是少年人爱访问是大人，这是阮的理想是安尼想。过其实大人拢会当画啦，嘿。了解，安尼就请迄个继续迄个意思。伊哩。好，我即马就放一相片，旧年的相片。这是旧年的活动，阮去6个城市做这个是群像的计划。你会当看到讲，阮家有就这不同的形式的那个活动，有像New Jersey 因为就这场的，有较细场嘛，有看较大场的New Jersey 有就这场是专门给是大人的因为 New York 因有就这少年人，所以因为就他们就有这种画自己的那个群像。跟我的 Houston 有跟 FASCA 合作，FASCA 就这第2代跟第3代台美人来参加这个活动。明尼苏达嘛是有邀请就这是大人跟有年轻人来参加。这是波士顿的那个照片这样子。然后这是伫 Pittsburgh 的活动，阮就是讲伫
那个刚光良哥有问到敢有熟悉吴敏雄啊，伊伫遮伊嘛欧明雄，吴敏雄，伊欧明雄，嘛吴敏雄，伊嘛是伫遮，阮有邀请伊来讲伊伫 Pittsburgh 故事搁有一个阮遮的年轻人就画这是大人的故事安尼这是阮旧年的讲师是刘奎荣老师伊嘛是伫高雄为高雄女中退休即马嘛是阮的线上课程就是伊在上的今年阮有足侪人来参加阮的线上课程这是阮今年刚那个导演有大概讲过我们今年的计划，就是我们的有一个图像的时程，大家可以就是大概看一下。嘿阮非常今年的7到8月的时阵，我也可以在这些城市办活动到时候也是希望恁会当来参加阮就这场的工作坊安尼。多谢，谢谢。安尼这个慧玲，你敢要补充啥物？无咱就要进入后一个问题。好，我补充一下，就是讲吼，就是我要赞助这个参写诗嘛吼，所以我有送册吼，就是阮时报出版社替阮出的迄个伫遗忘进前这本册，在遗忘之前这本册，我有家己买册来送互因安尼搁有送互因吼，买一张配一个 DVD 互因会当去义卖卖赚的钱，就会当互因发展因即个当地一体基地的即个计划即摆我咧想讲因为帮助因了，我发现讲搁有一个缺口啦是我家己做袂到的，就是讲每一档吼，就是公司要过美国即个机票，若是互遮个主办单位来付吼，对呢负担伤大所以我是安尼做，我就是利用旧年是安尼做，就是利用互我买一张批，我有做一个上顶线顶的一个放映会我就趁即个时阵甲大家募资阮真正做有福气的，真正性命有保庇当场就有2个人讲要出机票安尼啦，所以有变成讲我有2张机票就是有赞助者安尼只是讲我想讲我即个互我买一张批吼，即摆愈来愈侪人看过若是要继续搁办落去，毋知我会成功袂？要用即个放映会来募资，可能真困难。所以我即摆想讲，凡是我应该搁用想别的方法来找资源，因为逐当拢爱找即个机票的钱吼，嘛是无简单的，毋是讲靠我出一支喙就找会到所以我是想讲，请大家甲阮赞助，若甲即个消息吼，安尼传出去，凡是有兴趣的人会当互阮资源安尼我家己有想办法，就是讲我真想要写册，因为我一直送册互人吼即个开销真大，我想讲不如家己开钱甲出版社买册送出去，这成本实在是太大我想讲规气个家己写安尼，家己印我已经咧写到时我若写好嘛是送恁在场的每一个朋友，我来送恁一本册安尼是希望恁大家那甲阮帮助安尼，多谢你。我敢会当问讲，你敢捌甲即个 TUF 台湾人联合基金会请过？我毋知呢，我毋知有这个。我毋知可能你会当试看觅毋过伊即马就是讲爱有一个伫美国的非营利机构甲你引导好，可能我想你即种计划是足好的，应该是无问题，所以你若会当你著先去，其实若是讲伫美国较好申请会当请艺人来写即个 proposal 我建议你去即个 TUFUSA.org 伊的迄个申请单伊的 grant 申请单就是迄内底
啊，若要爱赶紧6月进前，等我搁伫内底。哦，好，我写落来 TUSA， 好，嘿，好，安尼吼。多谢，好，安尼我有一个方向啊，多谢，好。安尼咱就是咱来进入后一个问题啦，吼，就是讲，咱过去伫即个电影顶头啦，吼，因为电视剧顶头吼，啊，看到讲台语的人的即个形象吼，咱会感觉拢较含咱讲有一寡距离啦，吼。啊，即种的现象吼，到底是导演客观吼，伊客观的观察，啊，真忠实甲伊做出来。啊，是讲是过去因就是条кам面呢，吼，条кам要甲你翕，啊，看一个久了后，吼，煞怎啊变做讲咱台湾人嘛想啊，你讲台语的人就是安尼吼。啊，这最近恁敢毋知恁有看过一本小说叫做这个什么 Interior Chinatown， 是一个台美人叫做 Charles Yu 写的。啊，这本册是得到足大美国的迄个 National Book Award， 也是讲要伊其实得到迄个时代杂志哈bestseller 的中间，哎，即马可能要拍已经拍做电视剧来款。啊，我若无毋对吼，我若记得无毋对，伊就是讲，伊是咧讲，即个哈利伍顶头吼，因对一寡种族的即个观点吼，拢是为别人的观点来咧看，啊，所以递到讲一寡台湾囡仔也好，一寡变种较边缘的即个族群的文化也好吼，因的理解就是拢是即个对哈利伍接到的即个文化观，所以内底有一个主角叫做威利伍，还是一个台湾囡仔。威利伍哈，啊，你有读到嘛哈 ？OK， 我找到啊。哦，啊，所以伊就是一切，伊就是感觉讲，吼，伊会感觉讲，啊，我着干来当做安尼尔，吼，就是讲伊迄个 self esteem， 然后变做拢足低啦，吼。啊，所以 anyway， 所以即马就是请咱有一个即个人类学家来讲这个问题吼，讲到底是这是导演有意的，还是讲因是真正真忠实的记录，啊，就是真不幸，就是安尼甲表现出来。啊，是讲你无共款的时期吼，啊，会有无共款的情形安尼。好，啊，请怡玲来讲者，啊，较顶请来慧玲来 comment 啊。我想讲，我爱用华语来讲。我觉得这件事情要从几个面向来看它。对，一个是就是像在这部在 Chinatown 在美国，它其实是有一个它其实在这个在美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它是一个隔离的概念，就是因为美国的社会里面没有想要把一开始没有想要把这群人放进来，所以你看在欧洲，在德国就没有 Chinatown， 在你搬到欧洲的外国人，他们希望你跟当地融合在一起，所以基本上不会有这种隔离的东西，不会有 Chinatown， 不会 Italian Town。但在美国很多大城市都有这种 Chinatown、Italian Town、Little Italy、Little Japan， 就是因为一个隔离的想法，所以才会把这群人放在一个框框里头。那我们从这个美国历史发展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群人因为他被有点像是放在一个鸟笼里面。所以呢，但今天这个故事如果是鸟笼外面的人来看，那鸟笼外面的人就是我们说在美国的话，就是美国主流的白人，他看这里面的人，他会用像我们去动物园看事情的态度一样，所以外面的人对里面的解读，就是跟里面人对自己的解读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从过去的历史，就从很早期的亚裔演员在电影里面的呈现，他常常会用一种非常诙谐或是捉弄的方式，这可能等一下导演可以就是补充，因为我对电影历史没有那么多研究，但可能大概看过一些就是以前的文字或照片，但就是你会发现以前就是美国主流社会对亚裔的那个
呈现方式，它其实也虽然说现在感觉好像把亚裔变得一个比较正面形象，但还是用一种很诙谐、很夸张、很好笑的方式，就是这个是你可以说是一种悲哀，但是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就是亚裔可以感觉好像可以融入这个社会，但是这是现阶段，下一步应该是当亚裔能够取得更多的平台来发声的时候，不管是用写书、用自己拍自己当导演，或用任何形式，我们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真实的形象呈现出来，因为毕竟亚裔最后还是变成美国的一部分。那美国本来就是有很多不同人种组合而成，现在 Chinatown 也不是像过去一样这么的隔离，然后我们有这么多2代、3代、4代的移民在美国，所以如果大家都有意识到说，过去的被呈现出来的声音不是我们真实的声音的话，那我们反而应该在现在有机会的时候找到机会来把自己的声音放出来，这是我觉得了解这件事情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去看，然后还有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努力的想法的一些回应。那不知道导演有什么看法？我先 comment 一下好不好？其实要讲这个问题，算说讲有较复杂啦所以。这个原来是拄则你开始爱用华语来表现，较会当充分来表现你的意见。这嘛是，就是原来是讲这毋是咱的责任啦，嘛毋是你的责任。这是若讲无要去甲改，是你的责任。若是讲有想要去甲改，但是咧改中，咧改变中，毋是你的责任啦。其实我迄个车手就是住伫阮厝边，伊细汉我就捌伊伊咧。办读册会的时阵，伫即个 Manhattan Beach 一间叫做 Page Bookstore， 我有去听，大部分去听的人拢是白人呢，甲一寡伊的咱这亲戚朋友，伊的亲戚朋友安尼，算不止热烈啦其中有一个白人女性都坐伫我边伊问一个问题我感觉足趣味啦像好的艺术作品伊是会当跨越这个 demographic 啦伊的问题就是讲，伊做一个女性的这个运动者，一个 feminist， 伊嘛会感觉讲伊的心内其实嘛有一个 Chinatown， 就是讲伊接到的这个物件，就是讲去互这个媒体甲因洗脑拢是爱。男性还是爱白人WASP 这种还是一个 dominating 的一个 group 这是一个补充来咱这会灵，咱来迄个来搁落去咱慢慢咱就要开放互这个观众来参与来问问题啦好我若是从电影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比如讲，咱讲电影的时阵，其实是毋是无，通常是就是无包含纪录片，就是像电影伊看会到的片，这种片其实是商业的电影，就是讲伊是要趁钱的，所以投资的成本足大的，伊也有娱乐的价值的状况下。伊较有法度回收了，搁趁钱，伊投资落的钱几若千万、几若亿，变成讲，恁若要娱乐的状况下，这个目标就是趁钱，有娱乐的价值的时阵，迄当阵，这个电影伊的艺术性就去用限制落来伫这个状况，咱其实是无法度做主啦就算讲今仔日导演伊是一个亚洲人。伊嘛是爱去，袂当赔即个成本，袂当赔钱安尼。会当解决的方式就是讲，比如讲李安，伊可能有法度，伊咧拍一个片，伊会当趁钱了，佫会当掺一寡艺术性落去，佫嘛是有限。要咱解决就是讲，咱得爱做一种独立制片的即个艺术的电影，伊成本较少。咱找的人就免名称，就是找迄个伊家己的朋友来演安尼，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拍纪录片，这拢毋免演就是咱熟悉的人，就是伊演伊家己。来就是找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迄个找一种毋免钱的艺术创作，比如讲文学，我有一支笔，有一个电脑，我就会当创作
这种方式来去做。过这是其中的一个解决方法吼。过安那解决吼，嘛是有一个限制。为什么呢？因为敢若艺术家有才调去做，毋是艺术家就无法度做。所以我即摆就是想要提出第二种方法，就是讲专门来写历史，用这个方法来对抗艺术的精英的主义，精英主义。过这边哪做呢？就是讲袂晓写文章的人，你硬叫伊写，伊就袂晓写，写出来就无史料的价值嘛。对，无毋对。过这是会当教的。有足侪人其实伊有迄个天分吼，伊有迄个兴趣，你就无机会。像讲阮即个线顶的课程了吼，足侪人发现讲原来我画遮好哦。老师讲恁拢甲阮骗，讲恁是会惊画图啊，是画白痴山，拢甲阮骗。恁画出来有够好的啊！若是安尼，阮遮做老师，阮就拢找无头路啊吼。其实就是大个人吼，毋知影家己有兴趣，你有互机会去学，伊就是有法度学着安尼，伊就有迄个创作力所以我是感觉讲，咱会当做就是利用，无论比如讲，阮正咧做就是老师现场一个实体活动，一个记忆创作工作坊毋知要哪翻译工作坊。办这个活动教人民老百姓做回来做艺术创作，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我想讲未来可能有 AI 技术，咱会当发明讲，就伫线顶放一个平台大个人顶管有课程，你就是去学的，迄个 AI 这个老师，伊个甲你教讲，你问的时阵你安怎问，你咧要哪变成文章，你安怎写，甲伊教，教你画图，教你做足侪代志。即摆伊会当学了，伊就会当生产伊的故事，会当讲出伊的故事。这个故事，这个平台咱若有法度甲这个群像这个物件变成讲毋是死的物件，就是讲。我摕到一张相，我就甲斗伫边佮愈来愈侪安尼尔，毋是安尼。伊若是活的咧，因为即摆咱有 AI 嘛人工智能，伊是毋是会当叮当若叮当着你本来你刻出你搞出你贡献出迄个故事边你的厝边就变呢。顶悬下骹正手边倒手边，本来是迄世的人，即摆变变别人，而且毋是台湾人。可能是毋知对一个国家的人，甲我做厝边，安尼才有可能互因两个即个作者会当有机会交流，安尼咱就会当做世界故事的交换即个计划。咱若是安尼做，安尼就变成做趣味的就是讲，咱拍一个电影，就是想啥呢？做导演拍一个电影，伊就是要迄个参加什么影展吗？雅典参加雅典想讲我来摕一个奖安尼都公认的安尼我实现我做一个艺术家，我即个自我实现的即个满足感安尼过问题是咱无需要即个红毯即个地毯是咱家己做会出来，咱无需要即个雅典做迄个地毯互咱行，咱家己做。就是意思是讲，这个舞台咱家己甲建立出来，无需要去行迄个路线。就是伊的奖我无爱我家己来想一个奖，我搬互我想要搬的人。想咧想这个奖，是咱全部的人做伙来建立这个舞台。咱全部的人来互相分享，我甲你教，你甲我教，我这袂晓这个。我真是想的物件真正袂发明出来过我感觉未来一定会当互咱发明出来这个舞台所以就是专门创作写历史，对抗艺术的精英主义。安尼若是有法度靠 AI 来甲咱做老师，甲全世界人民教，安尼到时。嘛无迄个，咱就毋免讲伊对一个雅典对一个导演，甲咱翕，咱家己就袂当做若替咱是咱兜是大人做，拍电影写册创
咱个会当帮助其他的人啊，咱已经会晓，咱个会当共教，安尼个会当交流啊。啊，咱会看到迄个群众的即幅图，伊直咧叮当嘛。啊，咱就会当想讲，哎呀，后礼拜可能我的厝边头要换人啊，我都要去熟悉其他的人，啊，咱个会当继续交流。所以迄个平台、迄个舞台已经变啊。我感觉迄是咱做会出来，是讲我出一支喙。一个想咱去想，我想讲一定会做会出来。即摆有 AI 嘛，吼，咱若有心，豆饲绝对饲会出来。嘿，这是我的想法啦。我感觉咱会当甲即个主导权抢倒来，抢应该抢倒来。有影，慧玲，我听你这段话吼，哦，我感觉讲我对艺术的迄个理解吼，佫无共款进一步的看法啦。咱时间原来差不多伫要接近结束啊啦吼，啊，咱变做讲看是毋是讲上尾啊吼，看即个迄个艺人吼，啊是讲即个即个慧玲吼，咱确定啊，你看有咧做一个结束吼，你的 conclusion 啊，了咱就开放互即个咱的听众来发问啦吼，啊，而且我算先回应你拄则咧讲的吼。其实我也嘛有开始含即个你即个台湾人群众吼，即种的真类似的概念啦。我就成立一个叫做 ABT 啦吼 ，ABT 是 American Born Taiwanese， 也是讲 Art Business Technology。啊，迄个副题是变做讲是 My Story Our Art。啊，原来意思就是讲鼓励艺术家大家来创作吼。啊，因的生活过程，吼，限定伫台美人安尼吼，啊，慢慢安尼检采会当形成一个即个台美人的故事安尼吼，已经办过2遍啊啦吼，啊，我即马我会感觉讲，来像即种方面是搁较会当达到讲要形成一个 community building， 吼，要建立一个社区吼。即种更较好的方法啦，吼，因为到尾啊，你若想讲要用，你拄则讲一句话叫做艺术精英主义，吼，会到尾啊，第2场的时阵咧办的时候，我就会感觉才走出来。因咱台湾囡仔内面，即马嘛有一寡小可有出名吼，遮的艺术家吼，啊，毋过因的创作就是拄着伊会考虑着市场的问题，吼，所以就是讲，伊本地含伊的即个社区的生活就脱离去啊！哦，这是我安尼无咱来请讲艺人，你敢有要做一寡迄个吼一个结论啦吼？啊来再请这个慧玲来做一个结论吼，啊，咱来开放互观众安尼吼，啊，咱观众爱请准备哦吼，爱举手哦。我的结论是吼啊，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若是你有兴趣啊，请 follow 阮的 Facebook 脸书 Facebook， 安尼吼，你会当读到足济甲台湾世界人群享去计划的 story 这样子啊，若是哦，你有兴趣来参加来共同推动这个活动，我这个计划吼，请一定要甲阮联络。谢谢。感谢，来慧玲做一个 conclusion。我补充一下吼，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讲，咱有一个愿望，一个愿景吼，啊，虽然是做大的梦，过其实是绝对会当实现的。无论咱了偌济时间，可能这个愿望，咱伫台湾世界人群众要甲台湾摕掉。就是无需要咱台湾人去做，全部的世界人拢已经会晓做。迄个时阵可能是可能是几啊百档以后，过变成讲，就是咱在身的时阵做袂到，过咱颠倒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讲，咱做台湾人，咱会当先做，
第一步就是咱爱脚爱踏出去啊，所以咱得完成咱会当做的代志就好啊。啊，我一直想讲咱做会到是原因是啥？就是甲语言有关系，因为吼，就是我甲伊咧合作哦，我真正是做欢喜的，因为伊会当甲即个办活当甲系统化，我毋知要安怎讲，伊全部的代志伊拢会伊拢会想讲。这若是后摆要做，明年阁要做，啊，我今年爱甲伊固定互即个制度爱做出来，伊就是有法度去甲办活动安尼做，啊，所以我即摆想讲，啊，按个今年做的，其实嘛是甲旧年做加一个组织来参加，毋是讲加倍成长啊，按个伊就是有法度甲伊系统化，所以大概若甲伊安尼讨论的时阵，我拢会总欢喜，就讲哦，阮阁比以前较好安尼，啊，拢是一点一滴一点安尼改变，愈来愈好，愈来愈好。所以我咧想讲，毋是干那阮即个计划安尼尔，所有阮想要做的一个梦想，要安怎讲？梦想，无论有偌大，只要会当安尼一滴一点安尼豆豆甲调整好，我相信一定做会到的。我感觉就是愈大的变革吼，拢是爱靠即种。一点一滴安尼来调整来改善，我多谢依林的常务，多谢你。多谢多谢恁两个咧真精彩的分享啦吼。啊，咱说咧，咱要开放互有举手的即个观众吼，来发问啦、发言啦吼。啊，因为我想即个题目足趣味吼，一定有足侪人要来讲话啦吼。啊，咱每一个人他限你3分钟啦，到3分钟到，我可能会小可甲你暗示一下安尼啦吼。啊，互会当互较侪人吼来对谈吼。啊，第一位举手的我是看到陈明仁哦，啊，陈明仁是我的老朋友吼，我大概捌你30几档啊。啊，伊是一个台语作家吼，啊，即摆足侪少年人啊，真爱读伊的台语小说，读伊的台语诗吼。啊，伊即摆人住伫台北吼，啊，所以伊讲哦，伊即摆若看到即个会吼，啊，就想要来参加吼。无咱就请即个明仁兄你来讲好吧？好来。我今仔日听到足感动的代志吼，啊，我要想要甲即个，我念一首诗啦，彼得堡的诗啦。哦。迄个1996年吼，我去访问吴文祥，啊，吴文祥就叫林世荣，迄阵还咧读即个圣诗的博士去彼得堡，啊，伫咧看咧去甲彼得堡大学，然后有迄 Faust 的书，啊，我就写一首诗叫做《再会重回彼得堡》。我来念首诗啦吼，台北来到彼得堡 ，Faust 的故乡，肯尼基的校园。却无耽误一个脚热。吴文祥讲，迄间就是阮开记者会控诉不义的所在。不义政权愈来愈在，现此时，迄间厝已经要拆。为肯尼基到彼得堡大学，听无 Faust 的歌声。彼得堡是一座铁城，一个新学的研究者带我游这座乌甲白、是非分明的古城。历史的乌烟交织数百年教堂，清洗无去的，敢是纪念过去的青影。彼得堡的溪河流过700几座大桥，升起的溪水，甲彼得堡的天洗甲白白。肯尼基的校园 ，Faust 点点徛伫遐，亲像替共款短命的陈文情谱一条灵魂的歌，互伊的灵魂飘伫故乡。白白粉点，再会重回彼得堡 ，Faust 的故乡，清白铁城，台湾清洗了后，我会倒转来。哦，以上。哇，多谢明仁兄的诗吼，真感动吼。啊，这议程你嘛捌伫即个肯尼基梅伦遐，上班过吼。啊，毋知你有啥物款要回应安尼，听着即首诗。我感觉有淡薄仔想要哭，嘿，因为吼，Facebook 有就侪历史，啊个有就侪历史是跟阮台湾的民主进程有关的，有关系的，
嘿，我想要问哈，陈丹玲，先生，我敢会当找到这个你的诗，我安怎才会当找到你的诗？哦，你我流浪技术，你找流浪技术，我是这个流浪技术。啊，伫迄个 Colin Foster 伊个 museum 吼，遐有一个伊个 memorial， 就是你嘛有伫搭伫遐。好，谢我谢。真天啊，伊讲我有遮诗，伊讲我也无去搭遐咧。不要紧，咱遮少年的吼，敢会当来找着，伊搭档咱的讨论区吼，好无吼？听明翰，我了举手吼，我有看到咱嘛遮内底有一个真杰出的即个艺术家吼，迄个君玉吼，君玉你若迄个确定啊，你若有方便吼嘛，请你来甲大家对谈一下吼。迄个明翰，你若有确定啊，有好势哦，你来当找着陈明仁迄首诗吼，拜托你甲搭来。安尼无你请你来分享来，请明翰。我是要讲，因为阮迄个陈瑞生的纪录片，嘛是拄着足侪困难啦吼。毋过迄个问题，我是要讲，阮理事长丁丁，伊前日有讲，咱敢要来过来翕搁较侪遮台美人的纪录片。伊就想要去找别人斗相共啊，比如讲，有遮有一寡少年家看遐英英的，样就来做代志。我就写一份建议书，讲无你也互因看安尼。我写的法度就足亲像慧玲导演进前，因为阮有还做过一寡物件，我就照迄个法度写。我讲，毋是，我是要做搁较侪台语的影片互人看。我想讲这可能无冲突啦，吼，就是伊的目标甲慧玲导演想要做，应该是无冲突。对啊。就我讲一下讲，阮有想要做这，毋过一来无人，就是无时间，对嘛毋知影法度，就是阮理事长甲我讲，无咱先来研究一个别人安怎做，我一时找无即款的材料讲，别人安怎做，即款物件，就请教一下，你敢有知影讲别人安怎做？即个明翰因是住伫即个北加州啦吼，因遐有一个江南书院，有一群少年人有想要做遮个代志。咱敢会当请慧玲你来甲伊指导一下。明翰，我当初邀伫迄个我去巡回时阵就熟悉明翰吼老师，即摆了吼，因为我知伊做老师，我就邀请伊甲迄个台湾的至善国中合作所以因明翰伊甲伊的同事有甲至善国中的遮个老师一个团队合作互美国的学生甲台湾的学生会当写批搁访问家己的时大人了，搁交换甲互相看讲迄个因的图画了，那搁互相安尼写评语安尼所以已经有做过即个合作了即摆想要做的吼是纪录片这技术即个抗战嘛吼是较悬吼毋过嘛是有老师做过我这就是为虾米我想要邀请迄个伫宜兰的即个老师吼严庭武老师来美国做巡回我是真正希望讲每年吼就是26年即个时阵会当邀请伊来伊就是安那呢？伊甲是大人伊社区甲遮个长辈，甲免录影迄个佮剪接伊嘛晓教伊足够教囡仔教是大人甲因教甲拢袂晓嘛毋知构图啥货机器嘛毋知要饲对粒，伊就是有材料甲因教甲会晓拍片拍出来其中有一个伊足成功的，就是伊互小学生甲一个是大人一组老少配安尼一组做一个团队安尼互因去翕啥呢？翕因迄个砖头的故事因就是想讲去找迄啥物较老的迄个店家迄个开店的访问遐头家，就是因迄个砖头的一寡较特殊较传奇的遐一个人因迄咧做这个纪录片的时阵
就拄着一个问题，就是长辈较毋知影迄母迄机器较袂晓，啊，迄囡仔就讲。阿伯，我来讲，这我做教，我甲你教。啊，所以囡仔教是大人安他是迄，啊，间接嘛会甲伊教。啊，是大人吼，甲囡仔教啥讲啊，你歹势无要紧，你着看我安怎问。啊，伊教路边的人安怎开讲安尼，伊甲囡仔教讲咱要安怎甲亲近人，咱要安怎建立这个关系，安怎问安尼。啊，所以一老一少安尼合作了吼，因拢有感情哦。啊，迄个片拍出来了，因个。定定来往，那袂说讲因加一个孙，还是加一个阿公，加一个阿嬷安尼。啊，上先讲的就是讲，这个老师进前吼，为着要搬，其实是伊的美术课的一个作业，伊去借这个迄个社区借场地讲，要直接办影展，啊，人无爱借伊啊。讲这爱钱啊，伊讲我无钱啊，该当赞助，啊讲无爱。啊，即摆因为伊有邀请社区的一寡长辈参与嘛，啊创作者导演就是长辈，啊所以甲因讲一声了吼，啊迄个本来无爱借，爱甲因收钱的迄个租金吼，就免钱互因啊。啊，因为遐个社区的长辈拢做人脉啊，所以迄讲迄个伊迄个美术课的这成果发表会，都变成规庄头上重要的代志，就是全部袂输咧办桌安尼，也是过年，全部的人拢来啊。所以我感觉像伊安尼做吼，就是咱就是伊就是无依靠伊无去靠迄个艺术家，咱若要靠艺术家，靠一个导演来带咱翕咱庄头的代志，伊嘛无兴趣。伊个问讲你个来个人收钱，啊，安尼是无法度啊，咱着爱家己记录啊。啊，问题是讲，这着无因大人袂晓，着爱学，着爱教，啊，豆豆教，豆豆学，啊，这种是教会起来，因为即摆技术咧发展吼，物件愈来愈简单。以前阮迄一台机器有足侪饲钮安尼，啊，饲你也饲。人也学袂起来，即摆愈来愈简单啊，就是一个音幕啊，互你伫遐愈来愈简单啊。啊，即摆就是用手机啊，就翕袂起来啊。啊，即摆剪接应用程式嘛，愈来愈简单啊。所以这个老师，这个严庭武老师已经发展出要安怎教细汉囡仔教一大人也晓拍片，伊迄已经做几啊档啊。啊，伊的一个成就就是讲，伊家囡仔吼，就咱汉人啊，吼汉人。这囡仔带上山啊，去替这部落原住民服务，啊，就是讲伊已经记录哦，几啊档90要100个部落啊，啊，当安尼甲因的故事记落来，啊，所以这毋若是讲甲咱迄个传承吼，毋若是讲咱台湾人的社区安尼故事传落，伊阁有即个使命感，伊去帮助帮助其他的迄个社群。好啊，这是我足感动的，所以若是有机会，我会邀请严老师来分享吼。那因为今年是较特殊啦，因某破病，也讲因某啊无法度去参与，啊，我希望每年会当办，每年希望伊就是咱的讲师，啊，到时较邀请闽汉，啊，佮有伫加州、北加州遮的迄个同乡会啊，还是会馆来做伙参与吼。啊，阮会甲恁培养，替恁培养恁当地的老师，就是讲毋是干那实体活动伫暑假安尼1、2个月安尼活动办的就准拄煞，毋是规年头当，阮就是用半当的时间来甲恁培养，甲恁教恁迄边的老师，啊，若学起来了，迄拢足简单的，因为咱毋是讲要像我要拍给阿嬷的封信迄种要去像电影伊，毋是，咱是要记录咱的故事，所以用手机啊就好。迄种差不多歹势讲6个月学会起来，啊，学起来了，恁遐就有老师啊，恁就无需要严庭武老师从台湾走去美国啊，恁就家己办啊。家己会当开课，所以就是回到我头拄我讲的，咱袂当靠艺术的精英主义，因为袂付起啊，真正袂付起啊，咱家己爱学，家己爱做，啊学起来。哇，这是对于要推动台语的人一个好消息啦，吼！即摆甲一支手机吼，啊，就当解决吼。啊，我较甲一部嘛袂歹啦，吼。电脑的软体就自动替你做，你就是翕相，啊翕相，啊，你就感觉有意义的相当啊，
甲排做伙，了后你写一个文稿，你迄个到尾迄个伫迄个，我来用 iPhone 伊迄个伊遐有一个叫做啥物款？pictures 伊会自动会来做 slide 一个那电影甲你照出来，你较配合迄个音档甲放入去，安尼就变做一个电影。对啊，你嘛是会使啊。是啊，我即个人是敢若喙会晓讲，无啥咧做，该受该做啦吼。安尼咱差不多搁剩7分钟的时间啦吼。拄则迄个问题，我拄仔迄个问题吼，介成是迄个无回答甲足完全啦吼。我搁来问较清楚的，因为就是讲伫台湾的即个影片的中间吼，对讲台语的人的形象吼，感觉拢足低落啦吼。因为我拄仔好讲到用即个枪来通做咧，所以说我讲按即个美国的即个文化情景过来啦吼。其实是30几年前吼，有咧看即个吴念真的电影含即个啥物杜尚啦吼，也是讲迄个无言的山丘即种的电影。我含伫即个美国遮一寡台美较早台湾通信一寡友志吼。看了拢感觉讲足害头的啦，我感觉讲，敢会讲台湾人的即个讲台语的人的形象就是安尼吼。迄阵阮拢会想讲，敢是讲过去即个政工的，因遮条工拢要拍迄个片要甲咱骗上，到尾咱台湾人拍出来电影嘛是安尼啊，这到底是啥物有较深的意义？其实我嘛捌为着这办一个座谈会，就是讲台湾人伫影视顶头的形象，有请一个叫做陈奕兴的款，一个李丽文，李丽文是拍电影的，陈奕兴是一个伫咱台江一兴是江一兴，伊是专咧画李白的即个画家当然即种的物件是足尔那复杂啦所以嘛无一个毋是讲我想会当互人类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去写一篇博士论文，更写几啊篇所以是毋是咱搁请即个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好，因为我早期我是伫迄个电视甲电影迄种事诶。我知影国民党伊就是少数人，要统治少数人，所以因咧家因诶北京语要靠就足侪对这影戏，因就是只要中国人，因伫共产党拢是一寡迄个帝国家有无？甲因打败啦，所以因对这个戏剧控制足严诶啦，迄个拢爱审啦，所以你若迄个电视节目、啥物电影节目，你拢爱剧本是爱审诶哦。我要写电影剧本，若审无过，你就袂使拍。你讲一寡好少钱啦，有认真因拢中央诶人啦，所以因较有资金啦，对因诶限制嘛较少啦。你无共款诶就了，迄阵伊拢中央诶人啦，阮是做这片诶啦，所以伊就是迄个关系，就是要甲伊丑化，迄专工诶啦，政策上就是要丑化，安尼因才好控制，因就是互文艺文化拍败，所以因对国民党对文艺文化控制真严，安尼才变出怪事。所以拄则咧讲诶，咱台湾人家己迄个我甲你讲，台湾诶金字头诶种拢袂相信啦，金马种、金曲种、金曲种。因拢是较早新闻局主导的啦，即马这拢一只的人啦，迄拢无啥物公信力啦，迄拢无啥物公信力。所以咱毋免拄仔咧讲的咱毋免靠啥物发地产，咱家己即个真正啦，咱家己台湾人家己咧做啦。你这个金曲种、金马种、金曲种咧，金钟种，迄拢无效啦。平时嘛拢人指定的啦。你看一寡人真出名有无？伫台湾出名就是原因啦，国民党要王军出名嘛，因为这要出名有无？当然我嘛前面讲因的功夫袂歹啦，即摆好少有认真功夫是袂歹，但是伊后壁有捌去嘛，有资金有捌去嘛，中央是用台湾人最近咧拍的呢。对。我过去的经验甲你讲嘿。
多谢明林兄的即个诚深入的即个分析啦吼。啊，其实吼，我是讲这个是平台啦。伊即摆伊就是讲，伊爱什么款的 content 吼，啊，伊就甲你送嘛吼。啊，譬如讲伊的即个内容的方面，伊感觉无介意的，啊，伊就放出声，啊，你就消失去啊，你就干那伫壳仔内会当干那互相伫遐看尔啦，吼。所以是感谢即个名人兄伊长期对即个影视吼啊，有即个诚深入的了解。咱有一个洛丽塔倩吼，无请先互伊来发文啊了，较请即个啊。OK， 他拄啊吼，这个伊咧讲这个国民党控制这个台湾的这个文化活动真严吼。其实你若看这个黄俊雄的迄个迄个何种啊？迄个报道戏无？嘿，有两起的咯，什么孝利啦，什么话？哦，迄个剧吼，迄就是到伊的迄个迄个剧情拢爱先送去国民党的迄落审查，伊车头拄也讲着啦，拢爱审查啦，啊审查过才要互你搬嘛，所以到尾强迫伊讲都爱加中国的色彩，所以才加入迄个中国强有一个角色啊，角色啊，哦。我本来是孝利啦，什么苏阳文啦，什么两起的啦，吼，伊就感觉这拢无中国味袂使啊，就是讲一定要加中国味啊，所以只好只好讲加一个叫做中国强的角色，安尼啊佫袂使啦，伊讲啊，你拢台语安尼袂使啦，违反台湾的迄个国语政策。啊，就一直甲刁难啦。伊即马国送的剧情一直无爱互过嘛。啊，舞到上尾啊，伊只好无搬啦。吼，伊用的理由就是讲，说因为迄阵啊有影真红啊，真侪人，敢若伊的收视，迄个收视率吼，敢若有90%吼。个人拢无要去做事。啊，就用即个理由讲，做是迄落。妨害迄个人民的工作迄落时间吼，全个甲废掉啦。啊，实在主要的理由是因为伊用台语搬嘛吼，啊内容伊无介意啦。伊就是甲你加一个中国强的角色入去，伊也佫无满意啦。啊，主要就是第一讲伊用台语搬啦。所以伊遐尼红，遐尼。欢迎的迄个布袋戏，无偌久就无去啊！伊敢若拢总才搬3-4年的款。真可惜吼。啊，全咧登去啊。啊，无这名人遐介绍要合你回应。你这个观点就是国民党宣传的观点啦。基本上正拢是国民党的啦，伊拢替国民党讲话啦。伊会当伫遐就是，迄拢有故事的啦。迄我拢问过，我拢调查过啊，拢有故事的啦。基本上伫迄个柯震东事件时，伊报地做一半哦。啊，即摆咧讲，现在中华人数了乱，一个安怎就规支流啊？伫做报地都有个会当进来美国华人数呢？基本上因就是国民党的啊，啊无别人袂当去，遐济台湾的报地是比较后遐济，像咱会当伫独占电视，你爱想即点？我讲伫内底面啊，人拢有问题啦。这种。伊这主要就是国民党，迄个国民党迄阵啊是宋楚瑜啦，宋楚瑜做伊的迄个文传会啊，文传会主席啊，啥物会，伊都讲或者要有台语死吼，啊，迄落会变做讲无人讲台语，啊，真像啊咧，即马变做无人咧讲台语，所以这台语拢是去互中国国民党压迫台视的嘛。对啦，我是咧讲黄俊雄本身嘛是国民党的状况结构之一啦。安尼哦，这都唔知影。我拢知影啦。伊安怎入去迄个做电视剧故事？迄王艺明就是王艺明，你知影无？就是黄俊雄对伊边仔啦。王艺明上知影啦。对。
好啊，我补充一下吼，就是讲我想着讲即摆为虾米咱讲台语片诶，即个角色是变成固定变成安尼，毋是内底做少有即种，比如讲高级诶知识分子吼，迄种角色也是艺术家诶角色较少有第二种原因吼，就是咱少年人已经袂晓讲台语啊。啊！你要叫伊青青去演这，伊讲袂出来。这我有，就是阮即个我有听过一寡导演咧讲，伊要找演员，啊，因诶台语无法度，对，变成安尼，啊，所以变成讲会当演诶角色就是有限啦。你若要叫演以前诶一个医生，啊，伊迄讲迄台语迄学术，咱真都该做考古学考，就是做研究，较会当去查出来迄个术语。啊，伫日本时代有出一个字典内底，迄做医生伊拢用台语讲诶啊，迄术语要安怎讲？啊，你是一个诗人，你是一个画图诶人，画家啊，因咧讲拢有因咧讲法啦，啊，咱真拢袂晓讲啊。变成讲你要演迄种剧情诶，有剧情诶，迄就较难。毋是讲无心，是做无人会晓讲迄种话。啊，要互伊演，互伊学台语学到一个坎站来演这个角色，有需要时间。啊，所以变成讲，咱真会当做诶吼，爱赶紧来做，就是纪录片。因为纪录片，你虽然袂当演少年诶，啊，搁你找伊有一个传奇的故事的一生的故事，晓讲的，做侪艺术家啊，一寡学者、诗人，吼，咱来翕伊会甲伊翕纪录片，安尼咱就会当听到无共款的台语啊，啊，这是咱会当做的，做这个同时吼，同一个时阵，就爱像明翰安尼，伊做一个台语老师，伊咧教后一代安怎讲。啊，即摆嘛是做侪人有心诶，已经有台语文诶小说，啊，佮有诗集，啊，已经出版啦。嘿，有诶老师伫大学咧做老师诶，大家人拢已经开始咧做这个工作啊。啊，嘛有做侪 YouTuber， 伊用台语来讲，来介绍台湾诶故事啊。所以咱失去一个语言，咱用偌济当用差不多要50当加毁掉，啊，半死袂活，状况下，咱来了偌济当来甲伊互伊活起来，有原是50当，反正佫愈久，啊，所以会当做诶代志足侪，啊，足侪人已经开始咧做啦。我感觉有希望诶，我感觉有。多谢，咱即个时间已经真晚吼，啊，所以咱互即个毋过吼，咱就是咱先来结束啦吼。就是讲，咱请即个艺人吼来做一个回应了，啊，咱正式的节目咱就个结束，啊，要离开的人吼，咱个较话无方便，会当先离开吼。啊，要留落来开讲的人吼，咱继续留落来开讲，安尼好无？吼，因为这个话题真精彩吼。好，来，啊无咱请即个艺人吼，咱来做一个结论安尼嘿。我真正是就欢喜，今仔日有即个机会来遮分享阮台湾世界人分享的计划。啊，毋过吼，互我家己上大的收获是知影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的存在，因为吼这是我第一摆来遮，啊，我感觉这 environment is very welcoming。So安尼我就想讲哦，后一摆若是有安尼较接来啊，我会当因为伫遮我就会有即个有一个所在会当互我练习我的台语啊，我愿望有一天我会当讲更较好的台语。真好。感谢。安尼吼，咱差不多今仔日也嘛是明仔载吼，咱即个纪录片吼，咱这嘛算简单的纪录片啦。咱就会搭伫即个 YouTube 吼，会当去 YouTube， 你家己找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你若感觉袂歹，会当分享互大家朋友，嘛会当会加入即个群组安尼吼。好，安尼无咱今仔日即个会议吼，咱即论坛就是到遮结束啦吼。啊，你若袂嫌忝啦吼，欢迎留落来
大家继续开讲安尼吼。好，安尼谢谢到这。哦，明兄今日好真欢喜看到你，嘛真多谢你的见解啊。因为你要听到的，对过去你听到的拢是友谊传播的消息啦。我是一个头到尾拢咧观察的人啦，佮有去亲自调查的人啦。恁听到的拢是超纲要互你知的代志啦，国民党要互你知的代志啦。就是讲出名会当伫台湾出名声透的人，绝对伊的身份有问题啦。这代志袂毋对啦，这真正拢是大家拢知影。所以恁听到的资讯拢是人要听要白的啦。有影，主要即摆较重要就是讲吼，你一个语言若去用毁灭了吼，这实是真凄惨啦。吼，就是讲你两代之间你无法度通沟通嘛。阿公阿嬷爱用足人啊，迄个安尼洋泾浜的国语安尼吼，嘛是无法度人真准确含囡仔来。我甲你讲啦吼，1960年进前，台湾是全台语的时代呢。你讲1960年进前啊，台湾是全台语的时代呢。对啊。咱会当去看迄个纪录片吼，即摆应该是毋是纪录片，就是讲伫台湾国家电影院遐吼，去甲研究差不多1960年到1970年初期的这台语影片，迄阵的产量是一档上济有拍要到200期台语片。所以我是新民国，我做过新民国委员，所以我知影啊，迄资料我拢有看到啦。我伫甘蔗边的时代，你要过新民国啦，迄资料我有看过啦。所以迄个时阵吼，你若讲干那电台吼，除了台北市以外啦，罗南以后无人有听有华语啦。所以电台拢是侦报人员的啦，迄个电台天哦，拢侦报人员的啦。但是侦报人员摕到伊都不到电，就请台湾人的主持人啦，讲台语的主持人啦，迄个时代是安尼啦。除了出台北以外，华语无人听有啦。所以即马就是讲一个南部 AM 的迄个电台吼，较台语。就是嘿。AM。AM 啦，嘿 ，AM 拢是啦 ，AM 拢是，迄个会当证的拢是侦报人员啦，政治人员啦。迄资料我拢有啦，我拢有看过啦。来介绍一个，恁敢捌听过迄个詹文溪广播电台？伊即马吼，我甲恁讲吼，伊即马过今年5月吼，开始要搞台湾的故事变成广播剧，即马咧制作啊。我台湾故事要甲继续广播剧。因捌听过。5月份开始要做。伫网络顶头吼，有一个叫做詹文溪广播电台，恁敢捌？对啊，迄大家注意着讲，要甲我的台湾故事变成广播剧啦，爱咧改写啦，佮找人要演啦，即马咧做这个。啥点者？我请这两个少年来看，因敢捌听，因为伊嘛算讲做台湾的这个。无啦，伊詹文溪着拢找单位啦，有诶一个名词变剧本嘛。对，我是要来做一个试验啦，哈，一个试验。因外交水准在学遐白话字啊，吼，就系啊，真热心啦。我即摆来做一个简单的试验，用这两个住伫海外诶，足关心台湾代志的人啦，哈，看因敢捌听过伫网络，敢捌去听过詹文溪广播电台这个节目，恁敢捌听过？毋捌，无呢，毋捌。啊，毋过我找到一个网站啊。所以即摆就是证明讲吼，到尾你外交，你的内容外交拢无效啦。到尾就是文化平台啦。你是讲看文化平台，你去较歹的物件，你文化平台强，一寡宣传一寡物件，伊嘛会当安尼出去，你变做一种洗脑嘛。其实是詹文溪广播电台，伊的文化性足悬的啦。AM 的这个录音啦，拍用这个做广播剧啦，吼，是拢做甲真水气的这个。种开营训练配音员啦，训练配音员。伊个真无简单，我有去看因的这个训练配音员的，吼，因到尾啊，其实伊这种理念吼，含这个慧玲咧做这种理念，真相像吼。对啦，对，拢是真有作为的人嘿。用迄个一般的素人吼，来训练无
无去强调讲哦，对一个演员，对一个偌出名的明星，这种方式来咧创作是真好。因为咧招生拢博满呢，若要招训练拢博满呢，报名拢博满。所以咱即个论坛袂歹，就是讲吼，咱会加减啊讲，咱提供一个平台，吼互无共款的住伫无共所在，无共行业的人，吼，会当来遮沟通啦，吼，大家意见可能有时会差真侪啦，吼，但是这就是宝贵的所在啊，因为咱若是拢含咱同温层的人讲，迄永远就完全咱的理念就传播袂出去啊，咱嘛袂当去学着别人咧讲啥物，吼。迄个龙光遐吼，你会记咱成功大学单位文学节去解，你有真正海外转来有无吼？迄边我足感动，因为咱伫海外咧推动的拢女性，推动一个读册会有无？拢是女性，吼，就阿关啦有啊，吼，就阿关美国陆军都拢是女性，会当说互因翁有吼，互伊做这，我听过来吼，台湾的这个。青年嘛拢女性，嘛拢女性。即摆你讲白面嘛拢女性。我感觉女性出头吼，我古早中学时代，我若咧演讲的时，我讲在座女性无几个是。你感觉女性高个？毋是，因为女性爱去转来爱煮饭，爱做这啥话无。你转来你就走来才演讲啊！你咧目甲你某做出来，较早就是安尼啊。我拢常常咧讲，你咧莫甲你某做咧，甲出来。毋是女性无爱来，是女性无用人来。即摆女性吼，我足欢喜的，就是讲女性改变。我甲你讲，未来世界女性，女性参与越来越强。这是我上个欢喜的代志。即摆你去看社会，女性的人数达准是超过男性足多啦。这是我上欢喜的代志。这改成小可有世界性的，美国改成嘛小可。我捌的人遮小可嘛安尼，阮教会嘛拢姊妹拢足好诶。这若全球化真好啊！你性别的问题会解决啊。我来讲一个假设啊，吼，然后我来请教大家看像安那啦，吼。我的假设就是讲，是哪开即马少年人向拢走出来，就是因忽然发觉讲，哇，因家己后一代啊，要用囡仔，要用啥物语言要去教囡仔，较发觉讲。哇，原来要含因老爸老母啊，佮含伊个囡仔，拢无法当结连起来啊，因为语言失去啊，所以到尾会产生一种毋甘愿啦，吼。即马台湾各地方拢有亲子读册会，台语读册会，带家庭，所有各方面拢有啦。里面我讲的上大的，就是一个，就是孙阿妈嘛，阿润婷这场足大场啦。父母拢爱来吼。正好我嘛，迄个啊，就是讲咱的正好我嘛好无？迄家庭代志，一个就第二路啦，有啦，因后礼拜恁后尾还没熟悉即个因来来。我拢熟悉啦。每礼拜每个月的第一礼拜吼，咱就是请这欧妈妈协会诶。系啊，欧妈妈是真有做啊真好啦，因为逐年会拢家庭拢做。一两百个家庭去参加呢。呀，所以咱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第一礼拜哈，就是请郭润婷，伊就是欧妈妈协会干事哈，来主持的节目叫做台湾文学欣赏啦哈，所以是我后礼拜也来讲哈。我主要做嘅，啦。我要讲的讲好了啦哈，就是讲，即马忽然间少年人现在一直走出来哈。名家讲台语的这种现象，有种一寡社会力，煞变做讲少年来咧主持哈。可能我会观察着，可能是讲，因我发觉讲，哇，原来过去教的拢是假，哈。过去的这语言现在失去，本地是阮家庭的传统，所去用抢去，所以变做无去。所以讲有一种毋甘愿的这种的这个迄伫遐。所以这种的毋甘愿，互伊产生讲爱抵抗啦，爱对抗啦，无你家己就无去，家己物件你去抢去啊！我是用安尼来解说吼，毋知
若对人类文化、人类学吼，敢有其他的文化，敢有共款类似含台湾即种的情形安尼？我对即个题目无足侪研究，袂使阮用学术的角度来回答。啊，毋过吼，我是有讲，根据我的观察，我想讲吼，若是一个社会较开放的时阵，每一个人就会感觉因较会当讲出因想要讲的话。啊，若是愈侪人讲出因想要讲的话，就会慢慢的来影响每一个人。啊，因为吼，阮若是走回去以前那种集权的情况的话，这个他们的控制方式是用一种让你感到害怕，但是因为你感到害怕之后呢，你就不会有那个心思去想要找到过去的根，因为你太害怕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当世界潮流走上一个就是能够听见大家的声音，然后让大家没有感到害怕的时候，我们才有那个余力去找寻自己的根。那今晚文龙就